大家好啊，我係美麗精靈啊。我會停下腳步，聞下玫瑰嘅香味。我會欣賞美、卓越同埋任何領域超群嘅技能。無論係大自然定係藝術、數學定係科學，甚至係每日發生嘅事，我都可以睇到佢美好嘅一面，欣賞佢，感恩佢。無論係觀看球技嘅精彩表現，目睹人類道德嘅最高境界，或者美德嘅發揮，呢啲都會點燃我極快樂嘅情緒。學校旅行日去到郊外地方，同學係咪能夠停下腳步，欣賞大自然宜人嘅景色？面對住一幅畫作，同學係咪總係能夠揾到佢欣賞嘅細節，縱使係圖像嘅一角？媽媽煮好一碟餸啦，同學除咗欣賞菜式嘅色香味，更加讚賞媽媽煮菜技術嘅展現。咁你就發現美麗係佢最突出嘅性格強項之一啦。不妨多啲由呢啲方面讚賞下佢，鼓勵同學盡情發揮啦。